潘会长的邀请，咱聚会前，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有即个真舒适、真水的下晡，阮伫主你的话语顶面，也伫三听的团契内面来分享，来互相来建立起造。阮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去年的时候。潘哥就跟我讲说，牧师，我想要唱这首诗歌。好，这就在今天的这个聚会啦，想要唱这首诗歌。我就想说，哦，愿哦，这首诗歌我就最年轻嘛，捌唱过，我就对这个诗歌的印象就是在讲土地，听台湾，听这个都市，甚至是听搁较宽的所在，听这个地球安尼。今天刚好又是世界地球日吼，所以我就想讲，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伫这个时间呢，这个下晡时间1点外，饭拄食饱，吼，饭拄爱困的时阵，我就想讲，我不要讲太多话。有一些事情，我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思考，大家做会来想一寡，我会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吼。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那个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21章。我挑了一段经文是拿伯的葡萄园。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的概要啦哈。这个拿伯呢，他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北国之后呢，在北国有一个亚哈王，就是跟那个以利亚他不是大战那个巴力先知，有没有？有印象了哈，以利亚大战巴力先知，然后呢，就是当然是赢了嘛。然后后来呢，也是在以利亚的那个以利亚，后来就是以利沙是北国，他们属于北国的先知哦。那个北国其实是离开以色列上帝是非常远的，他们的心离开上帝非常的远。他们的坏王，北国的坏王几乎都是坏王了。所谓的坏王呢，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那样子，叫做坏王。可是亚哈王呢，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他行的恶是许多王里面是算是一级恶的，很恶的这样子。不是巴豆妖那个恶，是很不好的那个恶哈，很不好的那个恶。他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是一个，其实他还算是个蛮有谋略、蛮有智慧、也蛮有聪明的一个王，所以其实他的国势，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也非常的强大。这样，好，这个拿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是亚哈王，拿伯是一个人，他们的土地啊，他的家园，他的葡萄，还有一个葡萄园，刚好在亚哈王王宫的附近。有一天呢，亚哈王呢就在他的王宫啊那边走来走去啊，忽然看到了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就觉得这个人的葡萄园好像很漂亮哦，葡萄又很大颗肥美啊，看起来他就非常的喜欢。于是呢，他就去跟那个拿伯参雄啊，说啊，你这个葡萄园能不能卖给我啊？我可以出好价，出好给你买来，或者是你如果不要钱，我可以拿另外的一个土地跟你换。总而言之呢，这个亚哈王就是很想要拿伯的这个葡萄园。拿伯要不要给？要不要卖？或者要不要交换？当然不要啊，因为他们就是周散嘛，哈，他们对于那种他们对于土地的那个概念，就是祖宗留下来的，就是要一直维持，一直要传，它继续传下去，是不能随便挪移那个地界的这样子。好，所以拿伯当然就说了，说这个不行，这个是祖先传下来的产业，我还要传给我的孩子，这样所以不行。这个亚哈王就很不准啊，也很郁闷啊，就回去没吃没困的，安尼心情有够歹。他的王后耶喜别看到了他的昂塞，你是一个以色列王哎，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愁眉苦脸的这样子？然后亚哈王就说了缘由啊，说我看到拿伯的葡萄园，他不要卖，也不要跟我换啊。总而言之呢，我就是得不到我想得到的。他就非常的情绪非常不好。那这个王后呢，耶喜别就说：“你是一个你不要忘记哦，你是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哦，你是王哦。意思是讲，
安诺，你是万人之上啦，大家都来听你耶，你为了这种事情，哎，你免烦恼啦，吼这样。然后后来，这个耶喜别就开始后面就有一些小动作了。这个王后耶喜别，他就开始伪造文书，他就拿了他先生就是亚哈王的官房，好，伪造了一个文书，上面呢就写了一些就是写给一些他们的贵族啊，还有一些宗教领袖啊，然后就毁谤这个拿伯，说拿伯啊怎样列了一些罪状，假的罪状，意思是要他们集中到城门口的时候呢，明天集中到城门口，然后大家就来，好像要请拿伯上座的意思，反正就要做一个假的法庭啦 ，gay 啦，好要来公审他这样子。也许别的公函，他偷拿，也不是偷拿，他其实就是一九喜安内拿了伪造文书，好盖了官房，然后发出去，所以所有的贵族啊什么都想说，哦，这是亚哈王发的，我们一定要去，好，他们就来了，然后隔天来了，然后拿伯也上座了，啊，开始进入公审，就开始有人啊做假见证的人就开始说，啊，拿伯怎样啊，就讲一寡可能讲啊，你一头推啊，还是讲啥，还是伊加干音啊，还是讲啥，讲一堆啦，然后其他人就说，哦，安内不行，这个一定要拿石头把他打死。拿伯就这样死掉了，就这样被陷害死了，然后耶喜别呢就回去告诉他的王，就说你去把拿伯的葡萄园拿回来吧，因为他已经死掉了，好，所以拿伯的葡萄园就归你这样子。这段故事大概是讲这样子。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呢，牧师就在想说，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云端现在还蛮好用的，电脑资料打一打就可以马上不用影音就可以上来。好，我们会看到说拿伯的葡萄园在他那么靠近亚哈王，很不幸的他被亚哈王看中。那亚哈王他当初他生气不准，他为什么生气不准？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下令我就是要给你抢过来怎么样？他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吗？他如果做恶真的做到一个地步，他还是怎么样？什么坏事他不能做？他想做什么当然就可以做什么。他是王哎，他是一国之王哎。好，可是人就是多少有一点良心啦，就是即便在最恶的人的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良心存在。所以他就不准啊，哈，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都不能？为什么拿伯会没有办法答应他的请求？他这一点点的良心，让他之后这个故事再往后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哎，他有悔改。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王后耶喜别，她仗势欺人，用公权力施压这件事情，她贪心做假见证。但是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亚哈王在旁边都不出声哦。点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发公文出去了，这么多众人都在城门口这样，你亚哈王会不知道吗？没有人跟你通风报信吗？他为什么不恭维？他是不是也在等一个，就是说，好像默认他王后的这样子的罪行，鸵鸟心态啦，他不想去面对，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婆也不太好沟通，他知道他的老婆定义要去做的事情呢，也很难去阻止。然后一方面他的私心，他又觉得，如果怎么样，老婆不晓得要做什么手段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好像拿伯的葡萄园如果能归我也不错啦。所以他就各种的私心也好，鸵鸟心态也好，导致于他不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样的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啦？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可能都是公司的主管，也可能是在家里我们是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以教会来讲，我们可能是长职干部，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在这样子比较高位的角色的时候，相对高位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像拿伯这样子，
而不是像亚哈王这样子，或者是像耶洗别这样子滥用职权，或者是我明明看到了什么事情却不去阻止，是因为不想怕派官黑，或者是我不想，比如说，如果说我是公司在上班的时候看到同事里面，比如说现在有什么有霸凌的啊，但霸凌不是只有在学校会被霸凌哦，公司行号的同事也会有那种霸凌的哦，就语言的霸凌哦，或者是我们讲说性骚扰这种事情等等的，就是我可能为了保有我的工作，我明明看到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却不敢去制止，或我不敢去跟那个主管讲，还是怎么样的，我就鸵鸟心态啊，反正好了，不关我的事情啦，这样。或者是我们是父母的角色，发现我们的孩子，或者是阿嬷阿公，有的是阿公阿嬷了，发现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孙子，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不是真好势的时阵，但是不是也是鸵鸟心态，想讲。讲也无效，不要紧啦，揣在一起啦。我不晓得，纵容，对，就放纵，就是明明有一些事情已经有提醒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放纵的话，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私心，就是啊，我就爱他呀，伊是我的宝贝仔囝啊，伊是我的心肝孙宝贝孙啊，还是安怎，我就好啦，不要紧啦，伊爱啥就互伊啥安尼。其实有些悲剧我们都是可以事先预防啦，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讲预防啦，就是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呢，就是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啦哈，之前。我们曾经就是我自己那个子群，他在成长的时候，他是国中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他得不到老师的支持，那他得不到老师支持，就以至于到了学校呢，就是老师就视他为眼中钉就对了，就觉得好像东西一些乱啊那啦，然后老师就常常打电话来，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一些那时候还有联络部，国中还有联络部嘛，写一开始觉得说，小孩怎么这样？一开始都觉得自己不对，想说奇怪，他在家里也不是这样啊，在教会也不是这样，怎么到了学校好像变了一个人这样子？因为学校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点生气的。我生气说，这伊娜那也不受教啊，是开始到了叛逆期吗？开始那么不受教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是站在老师那一边的，我就开始说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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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自己也在祷告当中也觉得说，奇怪，他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我应该是最了解他，他应该不是这样子，好，他应该不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长大的背景都是老师说了算，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从小长大就是老师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圣旨。如果有开家长日的时候啊，家长都要去巴结老师啊，或者是说要尽量讨好老师啊。老师说什么好，是，体罚没关系，你要打10下都可以。你要打10下，打20下也可以。外家就和你嘎安呢。以前的那个老师都是这样啦，家长也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就会觉得，如果学校老师有什么反应，一定是自己孩子的不对。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可是现在不一定哦，现在就真的是不一定。好，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想说，我的小孩真的有这么差吗？我的小孩真的是像老师嘴巴上讲的、形容的那个样子吗？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也开始去想说，他在教会怎么样？教会弟兄姐妹怎么说他？我所谓的教会弟兄姐妹怎么说？是我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去，我绝对不会，我不会保护的太好，我不会保护的太好是。我觉得教会就是家人，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大人，讲说大人好，每一个大人都有每一个大人不同的眼光。我觉得你要说易子而教，就是你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到我的小孩是不是有哪边真的有所谓的疏失，或是我没有注意到，
或是我因为没有注意到而溺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是一个提醒。所以我就细细思量他在那几年教会的从儿童主日学这样的长大，没有错，他会有一些高拐的收在，但是那种高拐的地方并不足以是变成老师嘴巴上形容的那个样子，好像就是会起一些不好的念头，好像那种现在是什么学霸那种会去给人家做坏的那一种啊，不是调皮而已，就是他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带头起哄的那一种，跟他打跪那种耍逃的那一种啊，我就想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对，那后来我就慢慢有开始跟他聊，开始跟他对话，然后我也跟主日学的老师对话，我就说子群在上主日学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怎样的他的情况怎样？我给凡是教过他的老师，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国中了嘛，我从幼班的老师、初小老师、中小老师、高小老师，我就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其实平常也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他们说不会啊，子群不会像是那样子的孩子，以他们这样子这么长时间的观察。那我就觉得说，那我错了。我就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我在跟老师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时候，我的孩子会被我逼出去。他会觉得，学校也不支持我，家里你也不相信我，爸妈也不相信我，那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悲剧产生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上帝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听片面之词。我们不能只听片面之词，或者只看一个表面，我们要多听、多看、多想。就像拿伯葡萄园这个，然后我就想到说，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是世界地球日，这个因为讲到拿伯的葡萄园，它的土地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自本位主义。所谓本位主义，就是以刚刚小孩子的例子，我会觉得说，我要站在谁那一边？我们会可能会先选边站，说好，我要站在老师这一边，然后我现在站在小孩这一边，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桥梁？我们可以当一个桥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的本位主义会让我们成为环境的杀手。其实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管理，是在扼杀这个环境。今天是世界地球日今天早上传道在主日的时候讲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其实神爱世人这个是很广的，我们不要想说神只爱人类，神也爱那些花草动植物。可是我们常常为了人类的建设，然后就把土地就去掠夺一些土地，我们可能就是不顾生态，我们可能会讲说那个公园给它变成怎么样，盖停车场啊，像我们后面教会，我看应该是这个角度，因为就是有一个宫嘛，那天有一个宫，你原本头前有一块草地嘛，都是草地，好像是军方的，因为后来看他整地是阿兵哥在那边整地，这样可能是军方的土地。一个从虽然是杂草丛生嘛，但是就给它臭掉啊，变成停车场。就是其实我们在都市化的过程当中，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公园或者是绿地，即便是杂草丛生也好，我们要知道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其实它有它很多的生态在里面。一棵树有人说一棵树它的枝叶它多大，它底下的那个涵盖的生态范围就有多大。可是我们人类往往为了自己的方便，使用上的方便，给它臭掉，水泥铺上去，觉得很干净啊，又没有蚊虫啊。可是这样过程当中，其实因为青蛙不在了嘛。没有人吃苍蝇蚊子嘛，壁虎可能也不见了嘛，
壁虎吃什么？所以其实很多害虫都是因为它的天敌不见了嘛。啊，它的天敌为什么会不见？人为，因为被人赶走了嘛，被人那个驱逐出境，被人类杀掉了嘛。所以才蟑螂没有它的天敌可以吃啊，老鼠到处鼠患啊什么的哦，水沟老鼠谁养的？自己养的，自己养的。嘿啊，那个夜市吼，嘿鸟鼠啊咧，哦，惊死人咧，肥，一只比一只较肥足足。嘿啊，比鸟较大。嘿啊，无蛇去甲伊食掉，无迄个什么鹰鸟甲伊食掉，拢是安尼横行无阻啊。啊，伊拢讲我们人类吃剩的一些食物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环境地球日，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哦，真的是，我们从你说，哎，牧师你讲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可是真的是我们也很难做到什么啦。好，我提出一个挑战好不好？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每天那个餐桌，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吃菜嘛，啊，我们的菜都去哪里买的？菜市场啊。菜市场的菜哪里来的？农田种啊，农田是化肥啦，吼，而且那种大量生产，还是财团购地就大量生产，怎么来的？敢知？唔知，凊彩啦，俗好食，看水水，会食就好啊，吼。有的买就好了嘛，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没错啦。哦，我不是说这个我没有好跟不好的那个哦，哎，那个情况嘛。我们有知道说现在后来有一些环境的改善，有什么有机蔬菜。哎，你们知道有机蔬菜怎么来的吗？种的。来，一定是种的。好，其实有些财团他会把一些地买下来。然后因为他是财团，他有本事，他可以做那个有机，因为有机认证其实它需要钱，它背后它需要一些经费，让它的蔬菜可以采有机认证的那个管道去做有机认证嘛，哈。好，那些财团在把人家地买下来的那个过程当中，公不公义？可能也不公义哦。他可能也是把一些小农的地吃掉哦。小农欠钱。就是对，其实就欢喜的。所以就是安尼，就是所以我意思说，这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啦。我意思说，这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好，有些他们就是为了有些东西，我们是所谓高山蔬菜，大家想的是高山高丽菜嘛，吼，那个高丽菜不哩好吃，吼。但是很多厂商就是会把那些山坡地，其实有的山坡地滥垦滥伐，不只是槟榔树而已，有些他就是买这个地都买下来，然后凑起来，然后就种植高山高丽菜，经济作物啦，就种植很多可以赚钱的、获利的那些经济作物。好，那我们买的人当然也很开心，他觉得哦，这高山的就会觉得很有机，然后就会想到说，这是很自然在高山山坡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成为，因为消费端是最后的。你有消费，你有需求，供应那一端就会不断的供应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哇，这样子赚钱好，就一直赚。好，这是一个部分哈。我另外再跳另外一个部分，但是有一些小农，他们真的是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做良心的栽培，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口袋不深，他们也没有背后金源，好，那个金钱的金，他们没有背后的金源，以至于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取得所谓的有机认证这样子。好，他们就默默的在做，默默在种，他们种就是良心蔬菜。当然有些有机蔬菜，我们有去菜市场买都怎样嘛，那种虫。像特别这种季节啊，那种虫子，那个球啊就嘴黑了，汤诶，吼，那种应该是基本上是安全的啦，吼。这种是迄就歹时间就歹安尼啊，歹看。有的人爱，我开钱买菜，对吧？爱买较好看，那也买安尼买菜安尼吼，就这个钱可能就花不太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支持那样子的农民，那样子的小农，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环境尽一份心力。家庭主妇也很重要。我们每天吃三餐，每一天吃三餐，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些东西，现在就有很多的生产履历，不管是蔬菜哦，还有鸡呀，它是不是很友善的养鸡场啊，或者是怎么样？当然那个会比较贵，像有我之前跟有一个姐妹分享这样子，她就说那你怎么知道它真的是有机？搞不好它只是骗你的啊，故意要骗你的钱，故意讲个有机，然后你就被骗去怎样。我说他就说什么菜都一样啦，反正吃到肚子里以后，安诺啦，免啦，免遐麻烦啦，没想遐多啦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就是刚才讲，就是我们整个生态三角形最上端的就是比较高等，我们讲的高等的植物，就是它是比较属于可以比较掌控这个大地的。下面这一层算是土地、土壤里面有很多昆虫。其实很多昆虫它都会涵养这些就是土地的养分嘛。然后，可是我们人类就是为了要快速嘛，一只鸡，看在我要办鸡龟不？家里有没有养过鸡的？有。好，一只鸡从小鸡到大鸡可以宰上大概多久？1个月以上。1个月以上，对不对？半年。那1个月只6个月啦，6个月。6个月。我6个月数到啦9个月。大概2、3个月就可以吃了啦。大概2、3个月就可以吃了。哇，你看蟹了，把那个有机的鸡。可是现在嘞？现在嘞？现在1个礼拜。2个礼拜就杀了。没有啦。为什么可以2个礼拜就杀？真的，那个是打针的嘛。对呀。所以它有很多荷尔蒙，我们都吃进去嘛，吃进去然后我们人体就怎么样？生病了。就生病了嘛，对不对？花钱买鸡吃，还要花钱去看医生，生病嘛。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这么多？谁害的啊？自己害自己嘛。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就是讲，环境要改变，真的，我们现在看不管是地球暖化的那个议题还是怎么样，感觉上好像有点无奈啦，好像就安尼啊，暖化就暖化，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度，我们一个人，我们人力有限，我们也不是什么国科会的，我们也不是什么院长还是什么顾问之类的，我们官没那么大了，我们能改变的力量很小啦。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看拿伯葡萄园到最后，上帝找了一个先知去告诉那个亚哈王，说你做错了，你把他的罪状都一一列举出来。亚哈王他怎么反应？后来亚哈王的反应就是他披麻蒙灰认罪悔改。那我们呢？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现象已经跑出来了，一样的事情都跑出来了。那我们还是要说不好啦，袂赴啦，不可能啦，还是安怎啦？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一种鸵鸟心态，然后继续还是我行我素的继续这样过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有一些苦难，有一些灾难，有一些病痛也好，不管是病痛，不管是疾病，还是环境的破坏，还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东西，就好像当初上帝他会差派先知去告诫那一些走偏了路的人，说：“我让你看见，我让你听见，我让你感受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哦。”那我们愿意调整多少？其实在，子爱出生的那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机会啦哈，我认识了一个彩虹妈妈，
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了那个，我现在不是推销非广告，我现在只是在讲一个理念啦哈。然后那时候我接触了那个主妇联盟的这个机构，这样子，他们就是在支持一些小农，他们不断的在为一些这个土地上，在这个台湾土地或者是整个地球这个土地，他们做了一些努力。那其实在这之前呢，我有接触那个荒野保护协会，在那个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蝴蝶我们台湾已经不是蝴蝶王国了。我们的蜜蜂也越来越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因为当这些蜜蜂、蝴蝶，它们有什么重要？传播花粉。对啊，传播花粉，它们是一个传递花粉，让我们的菜蔬可以或者是果树可以结实累累的一个媒介，很重要的媒介，包括鸟啊。鸟它如果吃种子，它飞到哪里去？它鸟大便大出来，它那个会。可以，它就是可以对土地，或者它就是那个种子就长起来了这样。其实整个生态界是非常，上帝创造这个生态是非常的完整丰富的。可是因为人的自私贪婪，就是看不顺眼就给它凑掉，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就是要去 BOT 案啊，很多 BOT 啊，像我们台湾现在其实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的饱和了啦。我们没有什么绿地耶，整个台北市放眼望去，有建成公园呐，好，可是想想看，建成公园哦，如果整个那边好像是什么里的光能里的样子，光能里，好像一个里有一个公园嘛，啊，我们建泰里的公园在哪里啊？正教会。建泰里好像建泰里有公园吗？没有，好像没有嘛。好，那光能里那边它有公园，如果所有的光能里的里民通通跑去那个公园，没办法，挤不进去嘛。所以你看，我们拥有的绿地多么的可怜，我们建泰里还没地方去，我们建泰里还没有公园呢，连抢个绿地都连想要摸一下都摸不到那个绿地耶，那都没呢。跨越啊，哈，跨越别的地方，梦行道树啊那样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态是在一个已经建成公园，就是已经很饱和。那包括我们现在能就是在我们的各个的岗位上，或者是我们每天的3餐蔬菜哦。我再回头来讲到刚那个主妇联盟那个，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去，因为它是一个合作社，所以我想说，因为不晓得人家介绍，我就去看，我就去听。他入社，他一定有一个说明会，你要认同他的理念。他才让你入社，不是说他多了不起啊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不认同他的理念，你会觉得说，哦这样子也卖，意思是讲我可以给大啦。好，当然他有些东西的确还算合理，价钱也很便宜，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贵，那我们就自己取舍嘛。你觉得贵的就不要买嘛，你就买那些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嘛。好，那有些人负担得起的，他就会去负担嘛。好。类似这样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支持他的理念，我就是买他的蔬菜。从那个时候，我就会去买他的蔬菜啊，甚至于，有一些日常用品我也会买，比如说牙膏。那时候子瑜他就说：“妈妈，我想买一个不含氟的牙膏。”我们去金星发找啊，去哪里找啊？不含氟的哦。好，我忘了他那时候是讲了什么原因说要不含氟的。然后呢，就怎么样？市面上都没有那种不含氟的。我说你要不含氟，好，主妇联盟的牙膏不含氟，就是外属习工，他们的理念就是要用相对比较天然，然后呢友善环境的一些，他们有友善环境的那个做法。那我支持我能支持的，我也没办法全部支持，因为有的东西贵我也买不起。就是我支持我能支持的部分，但是我就是慢慢去做，像他们有时候之前那时候配菜，像这个季节蔬菜都不太好，叶菜类的不太好长，都是马铃薯啊。我们刚刚还在讲说，好像爱餐有一次要吃那个咖喱鸡啊，因为最近是那个马铃薯、红萝卜非常
被大出的时阵安尼啦。那我觉得，这个土地也很奇妙吼，迄个物件大出啊，叶菜类就是因为被虫都吃光光了嘛，因为春天嘛，虫子就多。那个叶菜类大家不太能看，特别小白菜都就把它摘就拍垮。好，就是然后呢，我们就是配菜，因为那时候慈爱还那么小，我也不方便出去买菜，我们就用配菜的。反正就是我就是订那个他们有所谓的一篮菜这样子。每个礼拜拿都是马铃薯、红萝卜、马铃薯、红萝卜，然后加个那个洋葱这样子，然后支持那些小农，那些农民种出来的你不去支持，也是就放烂掉了。我们就是用行动去支持那些小农啦，就是用行动去支持那些小农。然后有些菜洗来洗后，它被那个虫嘎嘎洗来洗后，剩下根的。剩下根或者是那个什么白花椰菜啊，就很多那种虫啊，一边洗菜好一边抓虫啊，这样就支持小农这样，就是然后也慢慢的把这样子的想法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我是说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就是做我的意思说就做我们能力所及的，可以做的。那我想我们应该多跟这个环境有一些对话。我相信慢慢其实之前就有听到很多，我们看电视都会看到很多什么美丽湾开发案啊，什么 BOT 啦，甚至于什么开发，都是要为盖什么度假村啊什么的。哇，以后还有什么天空步道啦什么的。我现在不谈这个，我的意思是我今天要让大家去思考，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些公共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跳脱，身为一个不要以人的私利来这个角度来看，而是以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度来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步道，有那个必要性吗？我们人一定要做到无所不在吗？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那种好像，我们不能留给大自然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安静的空间吗？还是说我们人一定要征服所有的地方，高山、低谷、深海，我们人类都可以要去征服，因为人定胜天。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有那个，就是我，就是草啊一大堆的嘛，无使的。是啊，就是一个平衡啊。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我们因着人类的贪心，以至于有些我们讲说我们的中央山脉那个，我们台湾其实蛮棒的，就是为什么福尔摩沙那么漂亮？我们有山呢，我们有山脉，我们四围都是海。可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看了我真的觉得心里蛮难过的。就是有些山其实我们就是不够尊重那个山，我们不够尊重那个大自然，我们不够尊重这些大自然，以至于我们人类不断的在破坏它们，还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我可以登到。不是爬山的那种登顶啦，就是我就是要去哪边盖一个什么东西，表示我就搞我这个财团一里为让大家都看到。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试着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任何的事件，我们要去跟这个社会对话，而不是一直被拖着走，不是一直被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是被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带着走，而是要去思考。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过去因为我们都是填鸭式教育长大的一代啦，老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上面的人说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不，以至于我们的思考性比较弱一点，就是我们不敢说 no。即便我们觉得不太对劲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 no， 我们不敢把我们心里真正的那个良心那样子的一个想法讲出来，我们不太敢讲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共犯结构当中了。我们绝对不要说啊，那个财团对啊，怎样怎样。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行为的话，可能我们不是可能，我们其实就是共犯结构里面。因为当我们去消费，我们就脱离不了关系了。我们就是默认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样子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对得起我们的信仰吗？好，牧师不是说让大家当圣人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也做不到。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吃，偶尔我会去吃那个吃到饱的餐厅，虽然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浪费，因为那个吃到饱的餐厅就是一定会浪费很多的食物，但是有的时候免不了还是会去吃一下哈。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免不了会做一些什么，会你出去玩嘛，总是会有游乐设施，总是会有饭店，总是你免不了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点点，就好像我们储蓄一样，以前我们都有养猪公啊、储蓄啊，1块钱1块钱1块钱的投嘛，我们就用我们可以尽到的一点点微薄之力，我们一点一点的累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注入一点点希望，为这块土地注入一些希望。那个希望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现象，以至于我们愿意去调整、改变。那另外就是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学习包容不同的立场跟声音，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沟通跟对话。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街头抗议？到底是官逼民反，还是这个时代的百姓真的是造反？到底是哪一种？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傻看不清啦。牧师在以前还没有读神学院的时候，甚至我还没有进教会的时候。在之前，因为我爸爸是军人的关系，他又从大陆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家的电视是只有蓝的，没有绿的。就是我爸只要看到绿的怎么样，他就转台了，懂这个意思吗？知道，就是转台就对了啦。他只看他的蓝这样子。OK， 我觉得以他的时代背景，我觉得那我们从小长大了，那金门更不用讲了，金门一定是蓝的啦，没有绿的啦。哦，他们电视台也没什么好选的，就是华视而已啦。哦，没有我们以前小时候还有什么华视、中视、台视，他们也只有华视而已，他们也没有中视、台视。后来有民视，他们也不可能有民视啦。哦，就是在那样子的时代背景下面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我说我们是指我跟传道啦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长大，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懂吗？洗脑。对，已经被洗脑了嘛？对我们来讲不是洗脑哦，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哦。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哦。投票开始有投票，到了选举的时候，有那个年龄到可以投票了。我当然投蓝的啊，绿的不可能，蓝的认不认识不管，反正只要是蓝的我就投给他。一直到进了长老教会，因为我们上帝就把我们带到长老教会嘛。那我们去的那些长老教会呢，就是他们就是我就看到选举的时候，他们开始要去绿的，对啊，我心想我是他们就收窄了，怎么忽然好像平常都是弟兄姐妹啊，相亲相爱很好啊，那怎么到了选举，忽然觉得那种气氛，觉得好像我跟他们肃杀，不是肃杀啦，是不会去肃杀，只是觉得说平常好像讲话都很合啊，都什么话题都可以讲啊，在抬杠啊、紧喝啊，可是怎么到了选举，好像那个话题觉得不太对劲。感觉尤其是怪怪的，那个很绿哦，然后还怎样哦，然后这个好像黑的，就发现了，对，就开始觉得不一样了。然后那刚好我母会民权教会嘛，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有一些所谓的外省第二代的人也到那个民权教会去，然后我们的牧师啊，他也开始察觉到教会有一些蓝绿不一样的那种氛围，已经不是一面倒的绿的时候。他就也很有智慧，就是他不在教会里谈政治的这种事情，哈。好，那我要说的重点来了。然后等到我真的上神学院之后，
开始学习到一些思考，因为老师一直刺激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的价值观都是唯一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符合上帝的心意。神学家齐克果他有讲一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站到上帝那边，其实我们都是站错边的，我们往往都是站错边的。所谓的罪，它就是没有办法射中那个标靶红心啊，我们都是会射歪的那个人，那样子的一个罪人的身份，所以，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因为很多种课程嘛，所以在这交叉弄出来的时候，有一次刚好是228世纪228的那个前后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一堂课，本土神学老师就放了影片228的影片，因为那时候就说，因为在我小时候一直有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朱高正，比较老一辈，朱高正嘛，立委朱高正嘛，那时候他就是外省猪滚回去啊什么的，什么，我爸听了就是气得要死啊，什么叫外省猪滚回去这样子，我爸想说，我这样子逃到台湾来，我也没招惹你们白手起家，好，我在这边落地生根，干嘛要我滚回去啊？这也是那个，就你知道吗？对于这样子时代背景来的人，他会觉得我是招谁惹谁啊？哈，你这样子你这样子骂我这样子，好，然后呢，然后开始有些228就开始因为228事件，然后也吵了一阵子，就是说什么都是外省人怎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好像背黑锅，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我干嘛要好像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这样子啊？然后后来老师有跟我们看一些纪录片，我自己才觉得说哦，没有错，的确那个时候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而且应该是有些事情其实不应该发生的，那个事件其实不应该发生的，可是就这样发生了，真的是我觉得心里也蛮难受蛮痛的。可是，一样在那课堂，因为课堂上老师都要我们互相彼此对话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那是1949年228嘛，好，1949年228。然后我就特别回去问我爸，我说爸，你知道什么228事件啊？他说我不知道啊。1949年他也才刚来台湾，他那年18、19岁吧，这样子。3至1946、1945啦。啊？3至4，民国3至4年发的228。不是1949，1948是1949。对，就是其实很多就是说228发生那个事件，就是它是应该是一些集权的人去做的一些那个事情。可是很多的外省人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可怜，就是这样子，因为有家归不得。因着战乱逃到这边来，然后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也是跟同学、跟老师，我说，我们就有一些对话跟分享，就是说，没有错，那些人真的很可恶，可是不应该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然后所有的外省人都很可恶。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我说我自己，因为神学院嘛，几乎都是长老教会去的嘛，啊，长老教会的背景就是绿色的嘛，哈，好。当然，在神学院开始，我会觉得说，没有错，当初要争取民主，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什么之类，那就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那就不管朱高正喊的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时代背景，他可能就是要用这样子的言语来激起大家的注意，这样子，好，不管那广告手法也好什么的。我要强调就是说，对话，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哎。蓝绿真的没有什么绝对耶，所以慢慢到了选举的时候，我不再去一定是投蓝的，或者是一定投绿的，我会看他的理念是不是真的是我认同的，或者是他这个人是不是我觉得 OK 的。我的认定标准就是他有没有上帝的眼光。或许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价值观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信仰？我绿的我也选啊，
蓝的他如何会威选？我的意思是我们社会其实缺乏这种对话的管道，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有些人要去抗议？政府有没有听到？是真的没听到吗？还是鸵鸟心态？那百姓为什么会被逼的要去抗议？是真的是没理由的抗议吗？反正我就是因反对而反对。哦，你绿的执政，我蓝的就来抗议；蓝的执政，我绿的就来抗议。有些是因反对而反对啦。哦，那有的是反对的，还蛮有理的，蛮有它的道理。那我们在选择平常在看电视的时候，好，问题就来了，不是问题啦。大家再去思考，刚刚在思考平常买菜、吃菜、吃东西啊，我们的餐桌每天都会碰到的。我们怎么选择我们看的电视节目？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选择我们看的，不管是政论节目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也好，我们是只偏向只看某一面吗？还是我们愿意听听另外一边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另外一边，甚至于跟你完全不同立场的声音？我们愿意去接触、去了解吗？还是我就是划清界限，我就是这样子，那边的我不管。要小心哦，因为那一边上帝可能也站在这一边哦，我们可能站错边哦。当我们坚持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能站错边。这不是我讲的，是刚刚我讲的一个神学家齐克果他说的。我觉得上帝其实没有要我们选哪一边，他希望我们可以更宏观的，不要被辖制住。因为上帝的创造不断的临在，上帝不断的透过很多东西来提醒我们，要我们去看，要我们去听，要我们去对话，而不是我就是坚持我的就是这样子，别人的完全听不进去。好像刚刚美术那种防护罩吼，别人的话一谈到防护罩都把它弹回去这样子哦，那种。我们是不是愿意多去互相彼此多一点的沟通跟了解，而不是太过于坚持自己要的，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现在其实未来，这个世代，我们讲说是在学术上是讲后现代啦，现在叫做后现代，后现代的一个氛围，一个价值观，就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你会发现，当你的孩子、孙子在跟你讲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是绝对，这样也可以啊，那样也可以啊，怎样都可以啊。那你会说，那圣经，我们的真理嘞，到底？其实我们的真理当然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可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怎么去解释它，我们要怎么去应用它。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并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因为圣经也是时代的产物，只是我们一定要所谓的时代产物，就是说，以旧约来讲，他们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故事，然后以至于他们的信仰百姓。经过历世历代这样子的反思，然后写下来，然后到了新约时期，就是耶稣的事迹，然后呢使徒，而且他们写下来，还有教父，他们这样写下来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时代背景。那我们要怎么去应用？我们要应用，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白纸黑字完全不管他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应用。就像保罗也讲啊，禁止妇女讲道。如果有人翻，很多教派哦，华语教派没有女牧师哦，天主教也没有女神父哦，神父是男的，神父只有男的啦。修女就是女嘛，修女就是男的。可是神父的位阶就一定比修女高啊，修女就是服侍的这样子。喇嘛教也没有。对，女性是不能当那个，以我们同样的基督宗教的体系来讲，天主教是你女性就是修女，你最多只能修女而已。好，你要神父主，不要说主教了，你连神父都不能当，你还主教嘞，不可能。有些外教派
也没有女长老，她女性可能只能当执事。好，可是长老教会在，应该在林朝太牧师那个时代，其实女性的牧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被轻看的。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女权已经不一样，因为女性有受教育，对不对？女性的主管也很多，时代已经不一样。如果我们要拿保罗说的话说，禁止女性传道，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话，那戴口罩。可是保罗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针对那个时候的教会，因为女性那个教，他是因为保罗书信都是比较针对性的，他是针对某些教会或某些区域的教会在写那些书信，给他们的勉励或给他们的提醒教导，所以他是针对性的。为什么他不准女性讲道的那一个背景，是因为那一个区域的教会女性都爱乱讲八卦啦。我不是说我们啦哈，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背景是这样子，就爱讲八卦，攻击我细沙这样子的哈，就是讲话就是比较不负责任这样子，所以他禁止女性讲道。他是有他的背景的，其实很多都有他的背景在。可是如果我们不去考究他的背景，然后就说啊，圣经这样讲啊，就是不行啊。那就会有一点偏颇，我们可能是站错边了，我们可能会站错边，因为圣经上帝的话是活的，不是死的，它不是死板板的，在2000年前2000年前是这样写完，这样就是定了，它就是因为上帝他不断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也不是在创世纪就结束，他不断的在创造，透过我们的每一个时代不断的往前进。他会给我们不同的意念、不同的想法，然后在这个时代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跟我们已经平均年龄大概有50什么，至少有放眼看过去了哈，应该至少有50了哈。60吧。我们里面可能只有凯会把我们的平均年龄拉低而已了。好了，我50以上了哈，50以上了哈，就是我们已经迈入人生下半场了吧？这样讲可以了哈，我们就算迈入人生下半场了。好，那我们的承接的人已经慢慢起来了，我们要怎么跟他们对话？当我们要一起建立基督的王国、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试着跟他们跟年轻人对话，而不总是拿我们的过去去压他们，说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这样子，那一定会出问题。不是说传统都不好，我说要对话、要沟通，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担心，或让他们了解这个传统的价值在哪里。好，让他们可以让他们去接受。或者是也听听他们，如果他们也觉得改革，因为我们是改革中哦，长老教会其实是改革中的教会哦，就是不断要改革，不断经历上帝的新创造、新的创造，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接纳他们的意见跟想法？这样子这个互动模式，不只是在教会，我也希望你能够带到家里面，带到你们的工作场合，带到各个地方，我们要试着去听听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试着把我们的用神不是量给我们的地基，用神量给我们的地基，我们要试着把那个亚伯拉罕，上帝说亚伯拉罕，你从东西南北你去看，你看得到的都是你的。那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地界画的局限下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地界画得很小，要只有这样子安全范。我们的地界其实是我们的眼光应该是要很大的。那我们要这么大的眼光，我们就必须要去学习沟通跟对话，而不是总是要人听我的。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啦。好，那我们今天就，那，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谢谢那个知名牧师哦，非常生动又活泼又精彩的演讲哦。我们班听过人来讲啊，都
都是早上在2楼那个礼拜堂的时候听你讲哦，很活泼又精彩，对不对？再一次鼓掌好不好？谈到那个沟通与对话啊，刚刚牧师也有讲了，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对不对？那今天我也收获良多，我会把牧师的话应用到家庭方面。哦，因为通常我在家里话是比较少的，我在这里。好了，最后我们来唱，咱来唱习惯过来欧罗上帝，好不好？哈，愿。心内真多阮的瓦靠，互阮会当将阮心所意爱的和大家来分享。也恳求主你赐福，阮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对主你来的启示，互阮不断伫即个世界徛在的时阵，主你的启示、你的旨意会当不断透过圣神的感动。互阮会当解决换新，互阮用新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来互阮有智慧，也有一个谦卑的心，和别人来对话、来沟通，互即个世界，互阮的信仰会当哪来哪徛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赞，甲咱众会友、众客友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